带去读唐诗。片月怀离别，作者杜甫。凉风起片月，君属意如何？红颜几时到？江河秋水多。闻香清明达，离门喜林歌。应将万魂语，道诗情灭落。简介：弃官杜兰，陆丰教授的秦州。古早时代秦州呢，对即嘛甘肃的天水。行过你心目中最敬佩只有李白，受到英王李林的连累，流放野龙。寒风萧瑟，放逐途中的只有心是抑郁难平。迄就是亲像这样，甲伊斗阵迄种的潇洒旷诞呢。红颜几时到？江河秋水多。得切希望会当得到你的音信，奈何到这当中，又有见到红颜的影像。时间知影讲，你流放到到萧城洞庭一带，日夜等，年夜望，希望会个当见你一个面，也希望你好好来珍重。文章清明达，离门喜林歌。命运为啥是安尼呢？有抱负，有造业人，拢会坐到离门网两来武汉，然后就被边疆放逐。难道这是自古以来有志之士的宿命吗？应将万魂语，道诗情灭落。你被流放到上港，自古早到这个时阵，有偌侪忠贞之士被离门小小之徒来污乱放逐到这个所在，是不是有人自投灭落江，成为千载冤魂？假使我要那是问到呢，豪迈本性的你，到灭落江必定是徛伫江边来瞻仰先贤一番，以惊天地动鬼神的文采。如果咱亲自写一篇诗章，该倒入水中，互这涟漪流水呢，带去情送互屈原，向伊诚心的致敬，也是在苦难中一件乐事。这首诗敢若像一封足亲切的批信，字字扣人心弦，句句令人动容。此交如此，你别今生祝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还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